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依蓉。今日来到现场，我同俺哋大嘴鼓嘅一个来宾呢，偷偷摸的人哋竟然係第一擺來到俺哋嘅節目，而係一位歌唱家、歌唱先生，藝術歌曲、流行歌曲、音樂劇，乜嘅路過會唱哦。俺哋今日來了解伊嘅故事，伊係陳飛燕先生，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桃園龍潭嘅陳飛燕。非常感謝飛燕先生來到俺哋嘅節目嗬。其實俺哋認識過久，不過有可能見面唱聽一擺，不過走路看到老師佢鬧嘅嗓，很漂亮的聲音。謝謝。韓國假使觀眾朋友以前有看過客家電視嘅連續劇。韓國像彩虹左岸，韓國比糖，都會聽到飛燕先生嘅歌聲。假使你有時常睇花路同客家相關嘅音樂表演啊，其實唔單止客家相關，老師出現在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嘛。係啊，就會聽喺度鬼鬧嘅聲音。唔過我係睇龍潭台嘅，係。其實我生活周遭吼。沒唱客家種，我認識的人就很少人在學聲樂，嗓樂、歌唱，對我係貴人的事情。因為一般人的晚上就會感覺哦，人佢會唱歌嘅，就會唱流行歌嘅呀。唔係用你會接觸到聲樂嘅喏。哇，這個要講很久誒。我能夠有時間。因為吼，我啲龍潭台嘅嘛。然後我係阿婆土台嘅，阿婆其實係我叔婆啦。然後那叔婆很喜歡唱歌，衝散歌，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呢，每天呢，應該是一個禮拜大概都會有1天到2天，就跟着他去散歌班，衝散歌。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哦，唱歌好像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你知道，聽他們唱什麼瓜子吟啊，然後一盤瓜子啊，這些一條發樹根啊，所以常常我就聽到阿婆在唱歌。那對我自己來說，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唱歌這件事情，因為要站在你知道別人的面前唱歌，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害羞哦。但是因為從小學音樂。然後後來，不但係學乜嘅鋼琴，對對對，就是5歲的時候開始學鋼琴，那也沒有想到要走音樂這一條路，但是後來到了要考大學的時候，媽媽就講啊，你到底想念什麼？我好像興趣很廣，我又很喜歡念國文，又很喜歡念生物，我說這個太跳痛了，所以媽媽就說，那你要不要繼續走音樂？好像走音樂女生。學音樂好像也還不錯。學鋼琴唔使一直都太好路太好，嘿，厲害哦！因為我上過當年同我共用，我大概大班開始學哦，我學到小一3年，媽媽就放棄了，因為數字就過硬，她看我很痛苦，一路放棄。小的時候當然是覺得很痛苦啊，因為唔使可以一直學，會強呢，因為那個毅力要很驚人。媽媽的毅力很大，是媽媽毅力很強。對，因為小的時候你一定還是會想要出去玩啊，或者什麼的。像我以前要上鋼琴課之前，媽媽就說你要去練琴，不然就去睡午覺，不然你等一下會想睡覺。那每次看到小朋友在外面玩，你就很想要跟他們一起出去玩。然後有一次就說好，媽媽也心軟，就說後啊，你去玩，對。然後沒想到真的在課堂上的時候，我睡着一邊彈。對，媽媽嘅堅持，不過唔似咁咩狠呐，狠呐，就媽媽送一下，你都後來愛彈。對，就小的時候很乖，對。但是真的是到貴總嘅時節，才開始覺得哇，彈鋼琴這件事情，學音樂這件事情很有趣，因為有壓力嘛。你有壓力，你就想要有一個可以抒發的另外一個方式，這樣子，然後才開始真的喜歡音樂。阿都會太好，媽媽就講，咁我拖麻嘅，我講我拖麻嘅安尼。對，我喺度錄套音樂，唔過又唔係鋼琴嘛？唔係啊，我唔係鋼琴，因為我不是從小音樂班的小朋友，所以鋼琴我覺得一定來不及贏人家。然後媽媽就說，我很喜歡大提琴，所以我中間學了1年的大提琴，然後我就說，大提琴很好聽，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考不上，
因为我都觉得我的音都拉不准了，但是老师还在说很好，我想说这样一定考不上。对，后来妈妈就说，不然你去学唱歌好了。对，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找到了我的另外一条出路。那行能可是好富的菜哦，那表示你资质归好啊。我觉得我很幸运，都碰到亲后跟欣赏，没有碰都是贵人，都在一个很棒的一个道路上面，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对，刚万些谈论说破去3个班，你家还有开始学唱哈？冇呢，完全冇，就是唐艺能唱。不过佢耳濡目染应该有影响。有。你后来睇嘢去问，佢睇客家种神种，唐多佢到客家歌诶，你更加去回想，对你有错什么嘅影响？有哦，我觉得，每一次在就是这个3个班唱歌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种很亲切、很刺眼，然后很不做作的那个歌唱的方式，很直接嘛。我觉得那个其实很感动人。对，所以后来当我这个跟我后来在学的西洋的美声唱法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美声唱法其实你需要练习的是像譬如说声音的投射啊什么这些，但是像这个客家山歌的东西很直接，然后它的歌词也很直白，所以很能够打到人心里面。那所以我常常听他们唱歌之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其实才真的是能够感动人的声音。唔係講唔嘅技巧而已好。唔係，技巧好当然也是基本对，但是冲量都没，你要真的糖豆打动人心的时间，技巧就反而很后面了。是，对啊，古时候咩系因为安尼从细路耳濡目染，后来你有机会冲到客家歌诶，你就其实不会有那个要适应或排斥，不会耶，唔会，对，因为以前如喺泰家如果讲过客家客家歌诶比较低等嘛，尤其學嘅係兒式歌曲，不過對唔呢？唔會，完全冇。我覺得那是一種跟故鄉嘅連結，尤其是我到了國外之後，因為我到國外之後，常常有很多的機會要演出，那每一次就是觀眾很多的是一定是外國人啊，好，那我就會很想要就是在安排的曲目當中哦，就是放一首客家歌，我就印象很深刻。那時候我第一首放的就是六歲田，然後還有唱那個強山六歲後鳳宮，這是阿婆最喜歡唱的一首歌。哦，對，然後後來我唱完之後，就會有觀眾朋友跑來問我說：“哎，你剛剛唱的那個最後一首歌是馬該狗哈？”我說：“那是哈卡頌。”我說：“哦，哈卡是什麼？”這樣，因為外國人不知道。我說：“那是在台灣的一個民族，很漂亮。”他說：“這個語言好好聽，好像法語一樣，很浪漫的感覺。”然後，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在美國帶的合唱團當中，或者是外國人的合唱團當中，我就開始會教他們唱客家歌。哦，很有趣。那你今天他們唱就真的很像唱法文了吧？对，真的很像唱法文。但是其實就是你念給他們聽，因為其實有拼音嘛，他們其實可以念得很標準。哦，如果唔睇好意大利歌曲啊，對唔對？我說假使唔係講法可能如果彈會出乖乖，如果唱歌誒，唱歌唔會。對，因為它有旋律，它會跟着那個旋律。其實你只要把音念對，其實可以很標準的。我說假如係唔講同故鄉嘅連結，我說有機會如果想愛提推廣出去安尼。對。剛才搞好嘅時間，沒會偷渡客家歌誒？不會啊。哦，沒會睇國語沒會。不會。哦，咁好長嘅呢，因為咧反應係乜嘅？他們會覺得很有趣。哦。係咪如嗰種人好外語歌啊？我覺得是。對，他就是其實一樣，就是我會用拼音的方式告訴他們。所以其實我之前有帶一個學生，他是香港的學生來台灣念書，然後那時候在北部有一個客語歌謠的比賽，然後他們希望有多一些的
外国人士可以参加。那时候很有趣，我就说挺有趣的。我有很多外国的学生，可能从香港来的啊、马来西亚来的呀，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带他们去参加比赛。那刚开始当然不会讲客语，我就一句一句念给他们听。然后后来他们拿到冠军嘿哦，因为嗰是我从客家国的评审喊黑威糖嘛，唔给发音有错嘛，所以还是办得到的呢。办得到的，对，很棒。像我们都係離開家鄉，差唔多都冇機會講客嘅，差唔多我係因為工作，我去到客家電視，一定要講客。唔過使用係用歌唱，再屯客家。念到轉來，因為你已經銀行營業了呀，你已經跑到美國馬里蘭州了啊，真的，所以不回來其實也很合理，就是客語離你很遠這件事，有一點呢，剛開始的時候，對，後來竟然有機會聽念到轉來，對，還教我個人唱客家歌，你為咩後來唔同嘅土地嘅連結又幫助了耶呢？而且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剛開始你在唱的時候，其實也會有一些客家的鄉親，但是不知道，因為剛去，然後也是唱完歌之後，看完表演之後，他們就很興奮跑來跟我講說，你是客家人哦，我講嘿啊，我係桃園龍潭人，這樣，他說我咪黑呢，我說哇，這邊有這麼多的客家人嗎？他說對啊，我們馬上要中秋節，你要不要來聚會？我本來想大概是20-30人這種，不是，到了餐廳之後滿滿的人，大概有20-30桌，然後我就說這些都是客家人嗎？都是鄉親嗎？他說對啊，都是。真的，按斗，對，然後哇，一進到那個場合，然後聽到他們講話那些，我跟你講，我真的當下都覺得哇，好想哭哦。對，就是那個家鄉的那個感覺就回來了。哇，很棒哎，對，很棒。談到一個我有感受過一個，就係唔到國外讀到安尼真件，我非常嘅感動。因為老師係專業嘅歌唱家嘅咧，下一團咧，如果嚟參考以後，伊睇學歌唱嘅一個過程當中，有乜嘅個重要嘅書法和個印象，嘅咧聊一下個多進來。分享到咗來福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歌唱家，而咩係先生陳飛儀先生。陶多飛先生講到嗬，伊個客家出身咧，細妹嘅，自細聽到叔婆阿婆，伊睇唱山歌，後來學鋼琴，裡面都去學聲樂。唔過陶多無聊嘅時節，老師又講，其實唔係萬世好唱歌嘅，唔係嘅。因為大部分我行唱歌一條路係萬世好唱的啊。青島你問我啊，我說你是不是從小都是唱合唱團啊？我說不是我說那你怎麼會想到唱歌？媽媽很愛耶。剛剛你問過媽媽嗎？媽媽講，因為買樂器很貴啊。你自備？對，我自備樂器。哇，對，我就說那你又沒有聽過我唱歌，你怎麼會覺得我應該可以唱歌這件事？他說我唔知呢，就是看呢，所以佢上橋咪客家歡迎㗎，所以我冇發現蠻高興。對，然後他建議你也覺得不排斥。剛開始有一點點啦，就覺得，但是我又覺得，就像剛剛講說，我學大提琴嘛，我覺得一定來不及。我想說，很想要念音樂系，那我們就試試看吧。對，沒有想到試過之後，發現，哇，我碰到一個很棒的老師，然後就很快的，大概半年的時間，就把我的聲音帶出來了。我就想，哇，原來我有這樣的聲音，我有可能可以這樣唱歌的潛力，這樣。所以就繼續走下去。老實講，到底真的是老師厲害就好嗎？真的，應該還是要天分吧。
要有资质吧？我觉得天分应该是比较后面啦。后面我的意思是说，后面对于音乐的感觉，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唱歌？我觉得是一定的。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学唱歌，也一定能够唱得好。对，还有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是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他刚开始来跟我学唱歌的时候，第一堂课我就有一点开始怀疑，想说我自己可以吗？因为他完全没有音感，人家唱哆来咪发嗦，他是哆来咪发嗦，他是完全颠倒的。对，然后但是也是慢慢的，因为听感这个东西其实是耳朵的训练，所以慢慢的培训起来之后，他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初哥你提醒我，唱歌我唔要唱嗓音，因为弹得出来唱嘛嘅。嘿，错。嗰种义鼓美国葱油，唔过可以训练。对，咁讲你扮演娘道娘道的这个嘅嗓音。心都这个嘅上面，咁一开始读音乐系就冇读到嘛个太挫折的事情哈。有啦，还是有，因为我觉得声音跟技巧这个东西，当然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那其实也是，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才真的很深刻的体会到，真的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这件事情。以前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孩，然后所以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没有碰到太多的挫折。那有一次是在演出音乐会然后我要唱一首法文的歌曲，然后那首法文的歌曲很难。速度很快，然后歌词又非常的多，那我就是抱着有一点小确幸的那种心态，然后呢，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我每一次练习大概10次，大概有8、9次都会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然后上到台上之后，因为加了一些戏剧的表演嘛，然后你还有走位，你还有情感，哇，当下突然完全忘记。那一大段的歌词是什么？完全忘记。然后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哇，我很想要钻个地洞钻下去，但当然还是就这样撑下来了。然后真的是下了台之后，才深刻的反省，就说哇，绝对不可以这样。就是以后你上台，如果你希望在台上有100分的表现，你其实在台下一定就要准备到120分、130分。这个真的其实是让我学到很多的教训。很重要的，表演的时候，对不对？的震撼教育，对，你刚刚初期表演，真的你会还抓不到，对，如果唔上去，让人睇台下上，如果感觉应该还好，不过会忘记上去，就我系跳舞的人，第一次表演就会忘记你在上面，你会脚好像上了钢钉，但是你在台下想不到这件事，如果想可能平常是感觉嘅做的。可能都腿档还做唔得的一开始如果安尼嘅体会安尼，不过你睇几个，因为你拖到博士呢，这中间都没有觉得腻过吗？一次好严忙啊，系冇。咁你研究嘛嘅，都系冲过，冲过嘅博士有研究嘛嘅呀？很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很多不同的语言。像譬如说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这是基本的。然后在后面你就要学西班牙文，甚至你会唱俄文的东西，这一些。然后每一个国家他们有他们自己很多的，因为发展很久，他们有他们的歌剧，他们有他们的艺术歌曲，然后当中其实这跟后面很多的文学啊，然后艺术其实都有很多的相关，所以等于是你在研究这个作曲家的同时，你要去研究这个歌曲他在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的时代背景等等。古时候虽然黑冲出来，人哋如果讲我唔冲得出，技巧过好多好，其实唔係，你要唱得好。它背后嘅文化背景、艺术嘅背景，唔可以有啊，唔能表现得出来。我说唔能研究非常多嘅，非常多。等于係艺术史也都如愛，語言如愛。咁你讀到博士，你係研究乜嘅？
你给题目主要的最后我的博士论文的是我听得懂的吗？听得懂，听得懂，一定听得懂。而且是台湾的东西哦，很有趣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到美国待了11年，当然就是从前面的念书到后面的工作，大概总共11年。但是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我的指导教授就在讨论，我就说我想要做美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他说不好。我想说哈，我到了美国，你不给我研究美国艺术歌曲，这个不好吗？然后我说那老师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呢？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用你在这几年当中学到的东西当做养分，回去研究你台湾的作品。我说哈，我又唱回台湾的东西，那是我熟悉的语言。他说不行，你要把它当作是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去唱，然后开始去研究你台湾的作品，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不管是客语的东西，台语的东西，或者是中文的东西，这才是你最后要开的花。哇！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当下是很震惊，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学习这么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学很多国外的东西，不同语言的作品，但是最后原来其实是要回到自己的根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说法其实让我很震撼。而且英国会花时间去消化，一个是应该。真的会很震惊哎，很震惊。你应该能做我按验，一开始我想讲，刚才做嘛累呀咯，我花很多时间。我离开我家乡，我花很多时间，结果我都做，刚才做嘛累，好像我当初来一开始我想，我当初来迄味道嘛嘅，错。刚才后来去小花过后，唔记听我研究嘛嘅，就是真的台湾的作品。对。所以在因为我们要做5场的音乐会，每一场的音乐会大家至少都要1个小时以上，然后我真的就是去找了这么多的台湾的作品来唱。5场，就是你博士的饼呀，这是我的门槛。对，5场嘅个人嘅演唱，对，等于係經營嘅演唱費，演唱費，好，5場，1場可以點鐘？非常多，至少1點鐘以上。对。然后我的指导老师更有趣，他常常听我唱这些歌，因为他是外国人嘛，一个黑人女高音，很棒的一个黑人女高音，然后他就会坐在下面，我听不懂。我想，你听不懂，你怎么可能听得懂？对，你怎么可能听得懂？你听不懂很正常。他说没有。他说我上辈子是台湾人，他说我听不懂你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然后我会发现你的咬字当中有很多含糊不清的东西。这个很有趣。然后他说，我后来就问他说，那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咬字，就是这些中文的东西，而且是我平常就在用的这些，不管是客语或是台语或是中文的东西，我怎么样让它咬字更清楚？然后他就说，你要去把拼音写下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些是韵脚，哪一些是韵母，就是对于英文来说，哪一些是子音，哪一些是母音，因为母音是传递声音的，然后子音是让人家听得懂你在讲什么话的，讲什么字的。那你要用这么清楚的研究的方式，然后你不要当做这些语言是你很熟悉的方式去讲，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讲话的习惯，很多字可能就带过去了。不行，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字当作是，好像它是意大利文，它是英文，它是德文，你要这样子的去研究它。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真的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我们老师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讲，我听懂你在唱什么了。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唱法苏哈。那个在 Uncle Peace 的时候，我唱法苏哈，就是余威老师的这一首作品，然后他真的感动到他哭了，他掉眼泪了。然后我就说，你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说我可以感觉到你在这个
文字这个语言当中的那个感情，对，很感动。为什么没有讲话了？没有。对，所以后来有一次，我邀请我的这个老师来到台湾，那时候也是一个客家的音乐节在低头野，然后我就请他来，然后那时候跟在地的交响乐团，然后还有合唱团一起，然后他说，那我来到头野，他说我要唱你的语言。他说我要唱你的语言，我说他会唱吗？他不会呀。然后他说teach me， 他就说教我，我一定会。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因为他来台湾其实大概只有5天的时间，然后他要在美国就先练好嘛，那所以我就透过电话我就念给他听。然后他就用他的方式把拼音写下来，然后他唱了法苏哈跟哪一首歌啊？落水田好像是，我记得，对天空落水，对。然后这2首歌我就是用念的给他。他来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听他在唱的时候，台下的人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他就唱得非常的标准，然后他当然也请我就说，你翻译给我听，他在讲些什么，我就把法苏华这个故事告诉他，在屏东，在美浓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子的蓝山的死夫这样子在做这个蓝山这样，对，把这个故事告诉他。所以口试就可以给到。也给故事会表态嘛嘅，然后又用改清楚嘅语言，你证明咧爱糖的色也给发还嘛个意思。不精彩的故事啊，我都哭了。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擦一下眼泪。可能了解下过多种人先从继续谈非遗欣赏讲故事。非常多种来福起来嘅现场，我出喺木这边哈，头到本非遗欣赏嘅故事讲到非常嘅感动哈。如果讲到我糖嘅事，唔睇充满嘅一件事情，因为当然唔充满嘅语言会重要，不过老师你係咪去到過我咩受到幾多震撼教育，如果我用嚟表達藝術國嘅一件事情。超，我覺得有很多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可能在我香港嘅時節哈，我想的事情比較多是可能技巧，或者是這個音高怎麼有沒有準，這個節奏有沒有對。但是後來到了美國之後，我覺得這個是老師教我很大的一件事情，因為他常常問我，他說你在唱什麼？你是誰？你在哪裡？然後我想我是俺黑陳飛儀啊，我在美國啊。但他一直在問的是，當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你到底是誰？你要表達的是什麼東西？你希望我聽到的，我收到的訊息是什麼？所以每一次要唱歌之前，我都會當然就要做功課。然後做功課之外，我就會很清楚的去想過一遍，就說，我今天這首歌我要傳遞的訊息是什麼？然後，我覺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覺得他們的想法，就是你是誰這件事情，就像我是台灣人，然後我是台灣人，我也是客家人。然後我講什麼樣的語言？你從哪裡來的？你的根在哪裡？什麼是你的文化的養分？我第一次覺得哇，文化這件事情，我一直都覺得文化這件事情感覺離我好像很遠。雖然我們在這個環境當中，但到底什麼叫做文化？我覺得它好像是一個很嚴肅的一個詞這樣子。但是到了那邊之後，我常常聽到他們在講，聽到老師在問，那什麼是你的 culture？就是什麼是你的文化這件事情？然後就開始在想，哇，
其实我发现我小的时候听阿婆冲伞狗，然后伞狗班给那些歌曲，然后还有。即便是好像就是那个邻居大追顾给赏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那个米头，就是萝卜干的那个晒萝卜干的那个味道啦，或是弄懂瓜给米啊，我觉得那个好像都是我的文化。然后在很多的想法上面也是，所以我就觉得到了国外念书，然后学了。就是走这么长的一段路，我觉得好像让我更认识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刚才妹妹里面呢，促成你让一三年出了你第一种的客语专辑。对，这个想法咩？因为我出专辑都是一个。有点吃力不讨好吧哈，因为没可能想要赚钱，就係改想去講一件事情嘛，因為唔清楚嘅歌唱，結果唔出得唔係叫做藝術歌曲嘅專輯，係弄會安尼有想法，還有。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緣分，因為有一年我記得是2005年，如果我沒有記錯那個年份。太久了，那時候我們邀請雨薇老師到美國演出，因為我在美國帶了第一個全美的混聲客家合唱團。對，混聲的客家合唱團，然後我們的人數非常的多，那時候好像我記得是快要我們的10週年。那我就請雨薇老師來跟我們一起做演出。那時候雨薇老師住在我們家，我們在吃飯的時候就聊到這件事情。他說：“哦，你喺客家妹，學聲樂，好，這件事情很特別，就是好像很少聽到。”他說：“你有沒有想過把聲樂跟客家歌這件事情做一個跨界的結合？”我說：“我其實有想過，因為。”尤其是到了國外之後，反而是阿婆唱的那些歌，常常在我的腦海裡面繞。尤其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天下午，那時候陽光很大，然後就坐在那個客廳，然後陽光灑進那個客廳裡面，阿婆就跟我說：“那個，我等一下要去參加那個山歌比賽，你幫我聽這首歌好不好聽？”好，他就唱《牆山流水好風光》，哇，大概唱了10遍。他說怎麼樣唱比較好聽，所以我就一直印象非常深刻那個。旋律在我的腦海裡面一直繞，我就在想說有機會有一天我可以唱回客家歌，把這些歌用可能我自己的詮釋的方式，用我的聲音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那雨薇老師也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我說好，那我們來籌劃看看，所以後來就促成了這個專輯。大家可能唔是想咩啲。今仔好唱歌嘅人一定多啊，青島係睇面我看到嗰種影片，嗰種人因為媒介冇同樣嘅，大家都可以是自媒體。如果上去唱嘅人去甲錄嘅都可以嘅。咁唔用嚟看人哋更加台灣一個歌唱嘅環境啊。我覺得其實現在台灣的環境非常的好，尤其是你說客家音樂這件事情，我覺得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的那個 Helsangi 在自己創作客語的歌詞，然後客語的歌。那其實我每次聽到都會覺得很感動。像我常常在課堂上面，我也會鼓勵同學，就是你其實不管今天你是講台語的，或者是客語是你的母語，或者是你是用中文的，我覺得其實都應該要用你自己的語言去創作歌曲，因為那個連結會更深，因為你跟土地的連結，跟你自己的根的連結會更深。所以像我們系上其實有很多的同學是客家人，很有趣，他就常常在走廊上面說你好，我說欣賞好，我說好可愛哦，我就覺得很感動這樣。然後我就會鼓勵他們說用客語來創作，我很想聽到你用客語創作你的歌。然後像有一些從苗栗來的朋友同學，或者是今年剛畢業有新竹在地的客家妹，他就寫了一首歌，這妹暗講，但是是完全他自己的創作，然後有一點點 rock 的感覺這樣。然後我也幫他配唱，因為我聽到他的創作的時候，我說我好喜歡，因為有一種
我说你就在说你自己的故事，那个故事才会感动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很相信，就是音乐其实真的能够改变人，也可以改变世界。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有很多情绪的传达，你可以有很多讯息的传达，然后这些语言其实也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就进到不管今天你是讲哈发呀黑唔黑哈港语，你都可以去学到这样子的语言。那其实像那个同学新竹来的那个同学，他创作的这首歌，在他们的毕业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毕业制作就是要做北中南的巡回演唱会哦，对，他们的歌曲自己创作，然后也要做一个现场的表演这样，然后舞台也要自己搭建。那我就会听到全班的同学。听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每一次的副歌，是因为暗讲，就所有的人都一起唱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音乐无国界。最好呢，你喺持续睇一條路向去影響嗰度後生嘅安尼。唔過好多先生講，音樂可以改變人，唔感覺唔好研究嘅音樂，而改變人唔嘛嘅啊？你有受到什麼很大的影響？你感覺？對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其實就是歌唱，我很希望用我的歌聲去感動人這件事情。對，因為我覺得可能現在的社會速度很快，然後可能人與人之間的溫度沒有像以前能夠有這麼多的連結，或者是有這麼多的時間去培養。但是我覺得音樂這件事情，甚至是我覺得狗聰這件事情是更直接的。我很希望可以用歌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然後把我想要傳達的這個溫暖可以傳達給每一個人。所以每一次我在要上台演唱的時候，我都告訴自己，就是說我今天其實不求在舞台上有多麼完美的演出，但是我只希望我今天唱的其中一句歌詞或者是一個聲音可以感動到一個人，我覺得我今天就圓滿了，就是完美了。好是呢，因為我想每個人類安尼嘅經驗，就係本藝術歌嘅感動，也是功德一件。今日非常感謝陳碧儀先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分享嗰段嘅故事，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大家非常感謝。咁接下來觀眾朋友冇轉台哦，聽陳先生好好運動。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喜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最新消息。